所以，你借钱给他，跟他协议结婚，就是为了用债务把他绑在你身边。妈，你怎么还没睡啊？怎么了？你跟我解释一下这是怎么回事？这是谁给你发的照片？谁发给我的不重要。你别误会，他只是瞎帮忙。我知道，替学长假扮女朋友，替朋友撑场面，对吧？这个月，他不光去漫画公司兼职，还要一边上课一边送外卖，替人遛狗、送花、当家教。他做这些事情都是为了给他的债主顾南州还钱。妈，你这怎么，无话可说了？你怎么不跟我解释解释，他为什么要问你借钱？你们俩为什么要协议结婚？我也不想那样，但是这么说，你们俩真的是协议结婚？难道还是因为那份遗嘱吗？我不是已经告诉过你了，你不要管你爸怎么想。妈，不是因为我爸，那是因为什么？我喜欢他。所以，你借钱给他，跟他协议结婚，就是为了用债务把他绑在你身边？不是。那你到底喜不喜欢他？喜欢。我喜欢他。天，搞了半天，你小子是因为追不到人家，所以才想了这个损招啊？哎呦，你这脑子怎么那么笨呢？青青这孩子是讨人喜欢，可是我看着他也不是那么难搞定的呀。他挺难追的。哎呦，傻儿子，来坐下。追女孩子这种事情，像你这样直来直往肯定是不行的。哎，跟妈妈说说，你们俩进展到哪一步了？哎呀，妈妈好给你出出主意。用不着。那你自己能搞定啊？听我的。追女孩子这种事情呢，是不能够那么直接的，要迂回，要有策略，要有技巧。好，知道了，都听你的。